你忘了，我要为你打造一个幸福的未来。可是，我知道战场风险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你一定要回来，要不然我就跟你一起去。不要。要。好吧，什么事都依你。我答应你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分开。嗯。看什么啊？我要多看看你，记住你。哎呀，别看了，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。嗯。他是霍桓，是我的亲哥哥，以后在宫里顶我的位置。你要有什么事儿，可以找他帮忙。哦，你们，我们是双胞胎。哼，阿恒，放心吧，我会帮你好好照顾弟妹的。谢了哥。嗯，我走了。嗯。出发。撤！班勇最近和你有没有书信来往？没有，大哥和我失散多年，加上西域前线音讯不变，所以一直没有来信。你和外族人莫东是什么关系？我刚来京城就跟他认识，并且介绍我的外族好友和他做生意。他这次从西域回来，不是跟外族人通风报信，而是帮我跟中书报个平安。林大人，看什么看？您若有什么疑问，快走，尽可以去查。一天到晚那么得意，现在有报应了吧？通敌叛国，那是要株连九族的。我觉得不会吧？太后娘娘只是派了几个黄门来问话，又没有把班师傅抓走。对呀，阿爷，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幸灾乐祸呀？班师傅是个好人，肯定不会是什么奸细的。那可说不好，你没看他每回一下课就老往兰台啊那些地方跑呢，没准啊就是去探听机密军情的。那你经常出入宫中的兰台、石渠阁等处，查阅西域舆图是何居心？莫非我大汉的军情就是你通过莫东泄露出去的吗？林大人，您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？本官奉旨询问，能有什么意思？奉旨？难道太后的旨意里已经认定我是奸细了吗？如果没有，还请林大人您说话谨慎一点。我父亲班超投笔从戎，为大汉镇守西域数十年，身后所有的遗作都捐入宫中。我身为他的女儿，想找到他当年的著作认真拜读，有何问题？兰台石渠阁不过是宫中的藏书之处，难道紧急军情会放在那儿让我随便翻阅吗？现在连朝廷廷尉府都弄不清楚我哥哥到底兵败何处，我就算看过了西域舆图，又能给别人传递什么消息？班叔，不得对林大人无礼。寇女妇，连太后娘娘都还没给我定罪呢。林大人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刚才最后一句话，到底是太后娘娘问的，还是你自己添油加醋，故意给我栽赃的罪名？这，明宫长，你来跟他说。班叔，林大人一时言语不慎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太后自然是个坏人。好，本座一定转达。好了，把你们面前的书卷都打开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《文帝纪》。孝文帝惠恒，高祖忠子也。班师傅，你为什么不给我们讲讲张骞、李广利传呢？我们也想听听李广利是怎么投降敌人的。你们说对不对啊？对，公主说的是。刘烨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说什么意思啊？有人居然现在还有脸在这儿给我们上课，这才真叫有意思呢。你们都坐下。《汉书》是史料，要讲也要按先后顺序来讲。张骞、李广利肯定要讲，但不是现在。哟，是不是心虚啦？公主，别说了。闭嘴！班师傅，容我好心劝你一句，所谓忠孝礼义廉耻信用，你家里人既然连个忠字都做不到，你怎么好意思在这儿给我们讲其他大道理啊？刘烨，你坐下，我不想再说第二次。
你又要发威了，我好怕呀！北香公主，请你自重。班师傅不是班司马，这也只是内学堂，而不是朝堂。只要坐在这个教室里，就应该好好听讲，不是吗？你要是实在不想听啊，我想班师傅也不会强求你。师傅，您说对吧？没错，刘烨，你要不想听讲，大可以退堂。是啊，阿叶，你要是实在不喜欢班师傅，干嘛不跟寇女夫说一声，申请转到甲班去啊？喂，你们到底讲不讲道理啊？我明明是为了大家才出头的，难道你们真愿意听个奸细讲课吗？真是的，你们要愿意听，就在这听好了。阿慧、阿莲、阿姨，咱们走。都走了才好呢。师傅，我们这些留下来的都相信你，班司马一定是被冤枉的。是啊，我们大家都相信你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来，喝点蜜水。叫他得意，这下好了吧？先是在太后面前受了嘉奖，立马就掉到泥里了。姑娘，要不奴婢跟咱们甲班里的几个学生也说一声，叫他们也学北香公主，都帮来上课了。这也太落井下石了吧？况且，我也实在不想因为班书而耽误甲班学生的课程啊。姑娘，这怎么能叫落井下石呢？是他班书自己今天在黄门官面前和明公长面前没给您留面子，您何必还给他留面子呢？现在是赶他走最好的机会。好，不过仅仅是他们不来上学还不够，你得让他们的父亲上书朝廷，得让太后娘娘知道原因才行。喂，不愧是师父的侄女啊！哎，像她这么有见识的，在年轻这一辈里，也就她一个了。她生在草原，又走了好几千里路才到大汉，原本是要比京中的深闺女子更多些见识。奴婢也跟江大人、姚女妇和兰台各处都查证过了，班叔自从进宫以来，的确一直在宫中查找班超的遗作《西域记》，只是这么久以来，他从未抄录过任何图语，而且兰台等各处也并没有什么跟军情相关的要紧东西。其实大哥也说，根本不相信班勇会降敌。你知道那班外族人惯用离间计，哀家要是因为真在气头上就处置了班家，高兴的又是那帮坏人了。太后深谋远虑，不过这个事没查清楚之前，哀家还是得给朝廷一个交代。你知道那帮老臣个个都上书说，不能让降敌之将的家属教育其女。你先去内学堂传哀家的旨意，就说事情没查清楚之前，让班叔先不要再授课了，就让他先到内学堂去管理内务，教教学生们什么叫简朴之美吧。那孩子性格倔强，只怕什么怕？玉不琢不成器。要是能闯过这一关，哀家将来自会重用他。他要是因此自暴自弃的话，那内学堂只能再另请贤能了。喂，管理内务，不错，通敌之事非同小可。尚未查清之前，你的确不宜再教授课程。宫中现在正提倡简朴之风，太后希望你能潜心于内务，教学生们远奢靡，尽勤俭之德。那内务都管些什么呀？这房屋清洁、花草料理，还有学生们中午在宫中吃的这一餐，都属于内务啊。以前锦书管得不够好，以后有班妹妹看着，我放心多了。知道了，明公长。太后的旨意，班书敬点。班师傅要去管理内务了，他不管我们了呀！他不叫我们。师傅，你以后真的不能给我们讲课了吗？放心，还有姚女妇呢。你们要好好听姚女妇的话，不许在课堂上调皮，
知道吗？可是我想让您讲啊，您讲的有趣多了。像他这种管厨房、管花草的人，哪配给我们讲这些君子淑女之道啊？阿岑，你说是不是？北乡公主这么说就过了。班师傅本来就只是助教，寇女妇之前能让他讲课，已经是很通融了，是吧？也就你们乙班的人才喜欢跟在奸细后面，口口声声师傅师傅的叫。是谁如此无礼？给我站出来！是我。诽谤师长，乱传流言，好大的胆子！我不是故意的。本座没空听你解释，去顶着毛师，你别跪一个时辰。喂，寇女妇，不是我多管闲事，太后娘娘吩咐过，后宫不得妄议当下朝政，乱传流言，内学堂也是如此。喂，这个阿如说话一向不分轻重，明宫长肯替我管教，兰芝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大家都给我听好了，内学堂以后一定要言行谨慎，不得听信流言。喂，其他的人务必好自为之。好了，大家都回去上课吧。喂，阿慧，还有口汁吗？哦，是我的推带来。还是回去吧。什么？快点走吧。哎，怎么样，妹子，还好吧？我哪儿不好了？你跟我就别逞强了。太后不让你教书这个事儿，我已经都知道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哎，不是，你别这么大火气好不好？哎，你听我说啊，太后虽然是我妹妹，可是我也得听她的，是不是？不过这个事情我已经替你打算好了，既然他们让你管内务，特别麻烦，索性我们连这个破助教的位置也不要了。你先别瞪眼，你听我说完啊。我是这么帮你计划的啊。我知道你想当女妇，是因为你想帮你们扶风班家挣点面子，替祖上争光。哎，这事儿好办呢，哥哥一句话，我发话下去，谁敢不听啊？哎，别的不说，就说你那个什么大伯、二伯、三叔，还有你们家好几个侄子，全在河东营那边。多谢了，可这个忙我不用你帮。邓芝，你是大将军，前线的军情你都知道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句实话？我大哥班勇，他现在到底怎么样？哎，说实话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我只知道目前有3份军报，有2份说你大哥投敌了，有1份说他被俘虏了。我现在呢，也正托人查证此事，让他尽快的把确切的消息告诉我，但至少要10天的时间才能收到。我虽然没有见过大哥的面，可我相信，我班家满门忠烈，我大哥一定不会随便投降敌人的。其实就算是投降了，也没什么呀。哎，博望侯张骞以前也做过俘虏啊。再说，你们兄妹2个本来就有一半外族人的血统，就算是为了性命妥协一下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为了性命妥协一下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们是不会跟那些敌人同流合污的。哎呀，好了，总之你放心好了，啊，就算你不小心跟别人说了些什么，哪怕是你大哥真的投敌了啊，我也会保护你的。你放心好了，大不了我派人送你回草原，怎么样？哥哥够意思吧？冬至，谢谢你这么够义气，够哥们儿，谢谢你为我着想。可我自己的事儿，无论认祖归宗还是亡命天涯，都不用你帮忙。为什么呀？我这是为你着想啊。可你想过没有？我是想靠自己的真本事当上女妇，让扶风那边的族人认可，而不是要什么走偏门耍手段。外族人怎么了？外族人就不能扬眉吐气？外族人就不能为班家争光吗？我为什么要逃回草原去？我为什么要离开内学堂啊？那样不就坐实了我心虚吗？啊，就算你说的对，
你现在在内学堂也没什么意思呀，你也上不了课，只让你管管内务。你想要当上女副，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呢。哎呀，别哭啊，叔，对不起啊，哥哥不是这意思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哎，别哭啊！哎呀，你知道哥哥是个粗人，说话欠讲究，但是我心是好的，二叔。啊，我知道，我明白，但你的好意我敬谢不敏。等志，我现在才明白，为什么你会和月锦闹成那个样子。跟你说话，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好了，我要走了，请留步，千万别送我。小女子才疏学浅，当不起。哎，这有关月锦什么事儿啊？阿叔，班妹妹，我不管你的事儿总行了吧？我现在陪你出去喝酒解闷儿，好不好？再说吧，我现在心情不好，万一喝醉的话，只怕再把你绑起来。绑我呀！邓大将军，请你离我远一点，谢谢。哎，不是，阿叔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喂。大哥什么时候和班叔这么好了？奴婢去过内学堂好几次，也没有听说过。不过大将军和班叔的性子倒是挺相似的，而且大将军之前对着那个叫月锦的女人，太后您别忘了，班叔的身上也有一半外族人的血统。他们俩要是因此而结下了友情，倒也是情理之中。哼，只怕不是友情吧？就大哥那个性子，哀家再清楚不过了。我说这个寇兰芝怎么老是和班叔作对呢？你说哀家要不要趁着班勇这个事儿，索性让班叔回去休养得了？太后，都说柔情似水，奴婢也听过一句话：治水之道，宜疏不宜堵。更何况按那个小黄门说的，班叔对大将军根本不像有情的样子啊。而且您才把他罚去管了内务，要是现在又被赶回家中，只怕……你倒是很愿意帮他说话嘛。奴婢可没有收到班叔的任何好处，奴婢只是觉得这姑娘性格坚毅，遇折不挠，很有当年太后的品格。再说，奴婢也不相信太后您真的会不给曹大姑留面子呀。师父因为知道班勇降敌的事，病情又加重了不少，但他还是让儿子代为启奏，确保班叔与此事无关。这国事、师恩、家事，即使是哀家，也是难以兼顾啊。其实奴婢倒觉得，只要大将军可心，班叔又愿意，他们俩比起寇女妇来，没准儿还更是一对佳偶呢。你说的倒也是，不过我们邓寇两家定过亲，而且年前就要办喜事，怎么可能突然变卦呢？再说班勇降敌之事要是确认了，班叔就是犯官之妹，怎么可以和大哥相配呢？是啊，算了，以大哥的性子，哀家要是真的把班叔送走了，估计月锦的事又要重演。你帮哀家看着他们两个，要是有什么动静，立刻回报哀家。奴婢明白。不过依奴婢看，班叔好像对内学堂的内务有什么新计划呢，所以只怕一时半会儿他的心思不会放在情爱之上，太后大可放心。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？哎呦，那谁，霍桓，霍大将军，真贱呀！哎呀，你们到那边看看。喂，嚯！哎呦，霍大将军，没想到吧，在这里能见到我。哎呦，当初我听说霍大将军您升职了，作为往日的同僚，我可是好一阵子为你高兴呢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原来你是替你弟弟顶班，在这守个城门啊！哎呦，霍将军，你平时不是总说吗？
一个人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勤劳努力，他才能达成自己的心愿。我看你挺努力的呀。哎呦，明白了，你的梦想就是守城门，你的心愿也太小了吧你！一个小小的参将，竟敢跟我这么说话，你是找死吗？大胆！你敢对云秀公主的驸马爷无礼，我看你才是找死！驸马？你是驸马？你以为呢？李大人，以下犯上，按大汉律例该当何罪？杖责300。拔出宝剑，意图谋刺皇亲呢？砍头！意图谋反呐！诛9族！诛9族啊！我的霍大将军！甄大人，小的一时不察，有所得罪，还请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吧。饶？我当然是要饶的，何况你我当年也同僚过一场嘛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但是你必须这……起来！嘿，霍大将军，今儿你要从我这儿钻过去，今天的事我就当没发生过。甄坚，你别太过分，不钻是吧？可以，那株不株连9族就不关我的事了，是吧？李大人，我们撤。好，不钻。哎，对，这就听话了嘛。哎，来。哎，来，快点啊！赶紧的呀！哎呦，姓霍的，今儿本驸马就给你一个教训，别总是一天到晚的摆一个高高在上的臭样子，到处教训别人。哎，你该做这个，你该做那个，你蠢不蠢啊？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么低贱的，明白吗？明不明白？明白。听话啊！我们走。哎呀，我腿都麻了。你看你的这个行为，可不是，还老教训别人，活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这么努力，却落到这样的境地？而这些小人却靠着裙带关系扶摇直上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哎呀，所以这件事啊，咱们就应该合起来做，对不对？对，咱们不驸马爷，你怎么这么久都不来看我呀？你一点都不像人家。这小娘子，我仔细回忆回忆啊，但是我好像真的不大认识你啊。昨天晚上你还叫人家小亲亲，今天就不认识人家了？男人怎么这样？这谁跟我开的玩笑？这谁开的玩笑啊？这不好这样开玩笑的。这我真的不认识他的啊！驸马爷，不认识他。告辞了。哎，我不认识他。哎，我真的不认识他。你看，说，老实告诉我，哪个大臣派你来贿赂本官的？你凑过来，我就告诉你。甄坚，你还真贱啊你！我居然敢背着本公主跟别的女人勾三搭四！哎呀，我不认识，没完没了！哎，别过来！别敢动！我真不认识他！你听我解释啊！公主，你别冲过来！公主，你消消气，我冤枉啊！今天这事儿，这摆明就是有人陷害我的呀！谁陷害你了？这让我知道哪知道是谁？他们不敢！霍桓，你别动！是你，肯定就是你！你给我等着你！你还敢狡辩？你当本公主假死呀！我现在就打死你！我！不要！公主！
你还想怎么样？你还怪别人？公主让你过不了今天。轻点！大人，走了。谢谢大人。不过他说他不会放过你的，怎么办啊？他能够平步青云，为什么我不行呢？不就是找个有权势的女人吗？他能做，我也能做。你告诉我，全京城哪个男的最受欢迎？我倒是要学学，怎么着也比这个真剑强吧。魏少妇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专门为你做的。这是我今天早上刚摘的，您尝一口吧。现在不用我说，你也知道谁最受欢迎了吧？原来是这个贾正经啊！我弟弟倒是跟他不错，我们也算从小认识。要是学会他那一套，倒也还不错。莫东大叔，真的是你啊！阿叔，你怎么样？在牢里肯定吃了不少苦吧？有没有受拷打？在里面是受了些苦头，但多亏魏婴魏大人，他出手相助，把我救了出来。姐夫，您是走了哪条门路啊？通敌可是大罪，你把莫东大叔救出来，会不会受牵连啊？放心吧，我没走门路。今天太后在朝会上下了旨意，说凡有嫌疑之外族商贩，未经查有实证之前，只要有600担以上的官员担保，便可取宝回家。我只是顺路把莫东大叔带回来了。哎，这哪是顺路的事啊！大家都知道魏大人跟漠北部有过节，他帮了我这么大忙，我实在是……莫东大叔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。以前我对西域之人确实颇有偏见，这件事情就当是赔罪了。姐夫，就你最好了，什么都为我着想。你这话要是曹大姑和姚师妹听见了，怕要不高兴了。好了，既然莫东大叔安全回来，你也可以放心了。自个儿在内学堂好好的，不要忘了你重新当上女父的梦想。千万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磨灭了斗志。当年越王勾践还卧薪尝胆的。姐夫，你最懂我了，我是不会气馁的。就算让我管内务，我也一定要管出个花样来。内学堂的内务从今天开始由我来掌管。这件事情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吧？知道了。太后还要我教会大家勤俭之德的道理。大家都知道我的性子，一旦要决定做什么事情，就一定要把它做得像模像样。既然太后已经吩咐了，我思前想后，便制定了一些新的章程，希望从今天开始，大家可以遵守。又是新章程啊！所谓勤俭之德，便是以简单大方为美。所以从今往后，我希望整个内学堂的女生都不要浓妆艳抹、涂脂抹粉，以后每逢单日，也不要穿绫戴罗、钗环满头。啊，我们甲班也要这样吗？班师傅，你不是只管乙班吗？班叔，你又在发什么神经啊？难道我们化点妆也招惹到你了？你也不看看你现在什么领内学堂内务的大小事宜，就算是我，也不便插手。不过班主教，还容我说一句公道话：女子颜妆本是美事，你这样无端端的抛出这样一条规矩，未免也太武断了些吧？就是啊，我们哪来的规矩嘛？你凭什么这么规定啊？这合理吗？我并没有要大家从此就不用脂粉，而是要你们不要浓妆艳抹。女人爱美，这无可厚非。但是呢，我们真的有必要用那么贵的胭脂、那么难得的眉粉吗？我想问问大家，你们可否知道，在京城一户普通的人家，一年能吃掉多少的粮食？5斛米，差不多。而你们脸上用的云面的脂粉，又要多少钱一盒呢5斤吧。这是我从阿秀手上要的一盒朱砂胭脂，价值3斤；一盒青粉，价值5斤；画眉用的罗带，1枚就价值10斤，而1斤就能买25斛最好的良米。大家算一算，你们脸上的脂粉
要花多少钱呢？不会吧，我脸上的粉这么贵啊？这么贵呀？要这么多钱啊？这太贵了吧？那又怎么样？我花得起。以前都不知道。花得起是一回事儿，是不是要花又是另外一回事儿。太后娘娘为什么要在宫中提倡简朴，反对奢侈呢？那是因为当官的和老百姓之间贫富差距太大。大家想一想，你们每天出门坐着高高的车，抹着白白的粉，擦着红红的胭脂，是挺漂亮的。可是要被那些还没有吃饱饭的穷人们看到，他们又会怎么想呢？大家都是花儿一般的小姑娘，抹那么厚的粉干嘛？每天清清爽爽的来上课多好啊！还有那些丝绢的衣裳，又轻薄又不保暖，还容易皱，干嘛老要穿着它呢？太后娘娘贵为一国之母，现在都是素衣淡妆，每餐只吃3菜1饭。咱们内学堂的女学生，总不能比她还奢靡吧？可是，就算我们不涂脂粉，不穿丝绸衣裳了，那省下的钱也不一定会落到穷人手里啊。对呀，就是。我们可以把它捐出来啊。比如说，你这1年少化妆，节约了20斤，那么这20斤可以留一半做零用钱，另外一半呢，我们要么送给隔壁的邻居，要么把它捐到善堂，要不然我们就索性以内学堂的名义设一个粥棚。哎，这个主意好。母后经常说要施恩于天下，这下我也可以做点实事了。可是这些年我们都已经习惯化妆了，如果只涂脂粉就出门，我会很不习惯的，就像没穿衣服一样。是啊是啊，不化妆我们怎么出门啊？怎么出门啊？还是要化妆。我觉得这个规定还是有点不好。要是寇女妇不反对的话，我想带大伙儿去见一个人，想必到那个时候你们就能够想通了。是谁啊？这是哪儿啊？好像人呢。班叔把咱们带出宫来，撂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啊？这人呢？怎么样，人都到齐了吗？怎么了？你认识他？不，我不认识。师傅，这到底是哪儿啊？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来，这是要见什么人呢？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大伙安静一下。今天呢，我要带你们见的人非常的特别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对天发誓，今天的事情绝对不可以泄露给外人，包括寇女妇也要保密。保密？我文喜公主刘欣对天发誓，今日之事绝不告诉外人，否则天打雷劈。我们对天发誓，今日之事绝不告诉外人，否则天打雷劈。阿月姐，各位姑娘，妾身呢就是红香院的花魁阿月。啊，她是妓女！班叔，你竟然带我们来见妓女！班主教，你实在太过分了！我们都是金枝玉叶，怎么能与这些下贱的人一起同席呢？就是啊，住嘴！孔圣人说了，贩夫走卒皆能为师。阿月姐虽然在身份上和你们有些差别，可是她能告诉你们一般人根本就不知道的秘密，所以你们都给我放尊重一点。阿叔，谢谢你。各位贵人，稍安勿躁。以小女子的身份，确实上不了台面，但是这2位，我认为你们有必要见一见。他们干嘛的？不知道啊。你们看好了，阿月姐。怎么了？蒙着脸啊？这是谁啊？你们都给我看好了，要是你们一直这样浓妆下去，再过20年，说不定你们也会变成他们这个样子。师傅，你别吓我们呀！就是啊，这些是脂粉，又没有毒。对啊，没有毒。大家安静一些，听阿月姐来说。这2位呢，就是我们这25年前最有名的头牌。他们的皮肤之所以变成了这样，都是因为长期使用清粉和铅粉的缘故。
这2盒呢，都是市面上最好的妆粉。铅粉是烧铅而成，而青粉是烧水银而成。按理来说，这是贵人们修仙用最好的东西，但可能是2位姐姐没服，所以她们一开始用的时候是花容月貌，可是用了6、7年以后呢，就开始面色发黑，斑点丛生，后来手抖的连东西都拿不住了。不会吧？我真不敢用啊，太重，他们多可怕呀！我也不想变成这样了。2位姐姐请回吧，今天多谢你们了。请。现在大伙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们每天化浓妆了吧？铅粉和水银这些东西，连疥虫都毒得死，你们还想往脸上抹吗？你们别听他瞎说，天下这么多女人都用妆粉，照这样说，岂不都要变成他们那个样子了？就是啊，大家别听他的，这些青楼女子最能说谎了。就是妾身说的都是实话，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找大夫郎中问问看。之所以其他女子中铅粉之毒没那么严重，是因为京中流行铅粉只是近10年的事。之前大家用米粉，米粉没有毒，但是不够轻薄贴，所以有了清粉之后，大家就不用米粉了。再说其他女子也不像我们这样天天化浓妆，而这清粉之毒也是需要积累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发作的。姐姐，你还记得4表姨吗？她前段时间脸也开始发黑了。对啊，她平时最爱用脂粉了，而且她还老掉头发。大夫说她得了怪病。这下我明白了，会吧？这掉的这么严重？怎么可能呢？那么严重吗？有没有人带着香包啊？啊，我这儿有。果然有麝香。麝香怎么了？我娘说过，麝香冰片都是驱蚊止痒的良药。敢问令堂膝下是不是子女不多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娘就生了我一个，还是30岁那年才生的。这就对了，既然都是女孩子，我就直说了。麝香这种东西虽然好闻，贵人们都爱用，但是青楼女子们都知道，用麝香就会怀不上孩子。什么？这怀不上孩子，这么严重？不可能吧？怎么不可能？刘燕，你读过《飞燕外传》，你来跟大伙讲一讲，赵飞燕赵皇后用的吸鸡丸是什么东西？有麝香、桂枝、红花。赵氏皇后2姐妹深受圣宠，可到最后呢，还不是一无所出，红颜薄命。我知道，刚开始让你们少化浓妆，你们心里肯定不愿意，多半还以为我是在故意为难你们。可现在呢，到底是漂亮重要，还是未来的子嗣和性命重要？你们自己好好掂量掂量。真的得好好想想啊，还是别用了，太可怕了。我不想用了也好好的，多吓人啊！我不要了，上孩子了，真是的，还得好玩呢，重要呀，我变得好老好老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公主，拿下去！还好没让他们看见。那个班叔一定是在危言耸听。